日林畢業生計劃嘅宗旨係幫助畢業生建立社區嘅生活經驗，透過學習同埋發展生活智慧，逐漸掌握成年人嘅生活節奏，並且探索唔同嘅實習同埋就業機會，等佢哋可以尋找適合自己嘅方向同位置。我哋嘅計劃係希望由豐富生活開始，一步步咁樣建立畢業生嘅生涯。所以我哋定期會去到唔同嘅地方考察，了解唔同嘅社會面貌，由唔同嘅角度增加畢業生對生活嘅認識。同一時間，我哋都會安排唔同嘅職業體驗，例如燒烤店嘅廚師啦，又或者髮型師嘅工作等等。希望佢哋可以由呢啲職業嘅體驗呢，發展出佢哋個人嘅工作技能。亦都有一啲活動係會培養佢哋嘅工藝技巧嘅，就好似木雕刻啦、修復陶瓷啦、照顧寵物啦，又或者盆栽等等。希望可以擴闊到佢哋嘅興趣之餘呢，亦都有機會可以將呢一啲嘅興趣慢慢演變成為佢哋嘅工作生涯。你好，簡生，我係楊野林嘅畢業生鄧家俊。我好感恩有你嘅幫助，而可以令我哋有好多參觀嘅機會。我好多謝簡先生嘅贊助，我係黃俊俊，我好開心咁參加，例如探訪長者同埋學習唔同嘅知識。大家好，我係郭文儀。我好多謝簡先生贊助活動。多謝簡 Sir， 我係畢業生嘅麥嘉希，好多謝咁樣贊助。